今日係3月26號，東京落大雨，仲幾凍，得12度。第一站去上野公園，櫻花其實係開始開，但未到滿開。不過現場人已經超多，加埋落雨，基本上好難揾到靚位影相。如果你想影人像或者係近距離睇櫻花，呢種天氣真係幾難。但如果純粹想感受氣氛，其實都幾有 feel。上野公園其實喺東京市中心，近上野站。一出站行幾分鐘就到，交通非常方便。呢度係東京最出名嘅賞櫻地點之一，有成過千棵嘅櫻花樹，沿住中間條大道一排排開，形成咗一條櫻花隧道。每年櫻花季都會好熱鬧，好多本地人同埋遊客都會嚟呢度賞花、野餐，氣氛好有日本春天嘅感覺。如果你想一次過感受最經典、最熱鬧嘅東京櫻花，上野公園基本上係一定要去嘅地方。之後雨實在太大，我哋就入咗去東京國立博物館避雨。入場費大約係1000 yen，但係要提一提，有好多展館都關閉咗，例如屏風、和服嗰啲都冇開，剩返主要係武士嘅盔甲同埋頭盔。老實講，如果唔係避雨，未必係值得專登入嚟。講到日本古代武士裝備，最有代表性一定係盔甲同埋頭盔，呢啲裝備唔簡單。呢啲裝備唔單止係用嚟保護身體，其實仲象徵住身份同埋地位。武士嘅盔甲通常用鐵片同埋皮革做成，再用絲繩連接，既有防禦力，又保持住一定嘅靈活性。而頭盔設計就更加講究，有啲會加上誇張嘅裝飾，例如角或者徽號，用嚟震懾敵人，同時方便喺戰場上識別身份。呢啲裝備除咗實用，其實都反映咗當時日本工藝同埋美學。中午簡單去食咗個快餐，去咗松屋上野店，推薦一定要飲豚汁，又熱又夠味，呢一種天氣真係救命。之後去咗亞美橫丁，呢度幾有東京地道嘅 feel， 有小食，有平價嘢買，但係落雨就會變得好逼，建議快快行一轉就得啦。下晝轉咗去清靜白河，一去到 Blue Bottle 個節奏即刻慢晒。再行咗去清靜庭園，同上野完全係兩個世界，幾乎係冇人。好靜，好舒服。櫻花配日式庭院，就算未滿開，畫面都已經好靚。最後喺河邊慢慢行，今日就係咁樣收工。總結今日上野嘅氣氛好好，但係人多又落雨。博物館係愛嚟避雨用嘅，亞美橫丁、快閃同埋掃貨就 OK 啦。清靜白河最舒服。櫻花未滿開，但係東京已經有春天嘅感覺。